1995年4月23，高雄男子加工出口区客家全民众，就是要抢大糖一瓶8万的国民主体，比当时附近的介绍至少俗3万，嘛真接近前总统李登辉所提出的劳工主体，一瓶6万的故乡，这款优惠的介绍吸引300多名的民众来排队，希望会得到升高升选的权利。1997年4月23，台湾开始实施粪扫分类，重点包括厨房的汤汤水水，爱先倒好干，刀具、玻璃这些物件爱先包好势，回收资源爱先分类，才个单调等等。这个法令不是一个什么高标准的法令，是靠着这个所谓的这个社区的一个整体改造啊，希望呢。民众将资源都是送到一个社区的一个集中点，那有回收商来收集以后呢，送到这个再生厂去